好，大家好啊！多謝大家嘅掌聲。係啦，咁咧我嘅專業咧就係空氣淨化，多謝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。事不宜遲咧，大家都可以攞出呢個手機咧去影一影。我需要嘅引薦同埋合作伙伴，咁啊我唔詳細多講啦。咁陣間稍後都會再出多次嘅。好，咁啊講下點解我會加入呢個健康產業啊？呢間直銷公司啦。咁 Amway 本身就係一間全球排第一嘅直銷公司，已經連續第14年㗎啦。啱啱喺2025年咧就錄得做緊74億美元嘅生意啦，而且咧喺全球已經有66年嘅歷史，喺香港咧都有51年，我相信大過在座所有人㗎啦。咁而一個國家地區都可以經營啦，仲有就係有800個科研專家、700項專利嘅，所以點解我會加入呢間公司做健康產業嘅原因就係咁樣啦。而我自己代理緊嘅呢個品牌咧，亦都已經有20年嘅歷史㗎啦。咁啊，我點解會發展呢個健康產業嘅生意咧？咁同我媽媽有關嘅，一個係關於染頭髮嘅故事啊，係有少少感人嘅。咁話說咧，我就應該係讀中學開始咧，都有幫我媽媽染頭髮嘅習慣嘅。咁出到嚟做嘢之後咧，開始好忙碌啦，對嗰個時間越嚟越疏落。有一次我發現咧，我媽媽多咗好多白頭髮，咁我內心咧就究竟我出嚟做嘢，我係想賺多啲錢照顧佢啊，定係我要多啲時間陪佢咧？咁我就從而就去諗有冇啲乜嘢係可以令我賺取到多啲嘅被動收入咧？因為以前我嘅工作咧，你會見到咧，全部都係黑色嘅。想當年打工仔啦，甚至乎創業嘅時候咧，下邊遮住咗就係黑夜還是黑夜，全部嘅工作咧真係天黑出去就天黑收工，即係冇乜時間陪佢。我媽有一次同我講，佢話：喂，你係咪當屋企係酒店啊？咁樣。咁其實聽落都有啲心酸嘅，咁啊賺錢都係為屋企啫。咁所以我就去諗，究竟我仲可以做啲咩咧？咁我就投身咗一個可以做一個被動收入嘅生意啦。咁我呢個生意咧就係做緊大健康嘅，所以同大家講下關於啲健康嘅嘢先。呢個嘅美國史丹福大學咧就使咗1000萬嘅美元咧去做咗一個同幸福感有關嘅一個research 喎。咁啊講緊幸福感同我哋嘅健康有咩關係咧？就係原來好多人咧，關於我哋健康嘅幸福感咧，就係有冇身體健康啦、壓力調節啦，同埋情緒健康。我相信咧，全球嘅人都係有呢啲嘅問題嘅，特別係香港啦。咁所以我哋睇下香港人啦喎，香港人咧原來平均壽命咧係可以去到85歲，依家咧應該最新嘅數字咧都可以去到90幾歲。不過咧，真係大家睺住收尾嗰幾年啦。但係原來咧，我哋嘅慢性疾病咧係喺我哋老年嗰10年，最後嗰10年咧係影響得我哋好緊要嘅。咁所以我哋要健康之餘咧，其實我哋都要健康長壽，呢個先係重點嚟嘅噃。咁關於點樣達至健康長壽咧，今日就想同大家咧針對講下關於我哋乾淨嘅空氣。頭先我嘅20秒自我介紹都有講到啦，空氣污染咧係會影響我哋嘅心腦血管嘅。咁而點樣影響法咧，就係關於我哋嘅細胞咯。我哋身體裏邊咧最細嘅組織咧係一個細胞，咁而身體咧有70兆個細胞組成嘅。當我哋細胞咧受到空氣污染嘅影響咧，佢會氧化會衰老。而細胞衰老會衍生咩問題咧？就係細胞衰老受損咧，會影響我哋嘅身體機能。大家睇到咧，呢啲心肝脾肺腎咧，全部都係由細胞組成嘅。所以如果細胞受損、細胞衰老，你啲心肝脾肺腎都會衰老嘅。心臟啊、肝臟啊，都係我哋身體好重要嘅器官。如果佢衰老咧，唔係純粹你表面巢咁簡單，係你嘅身體機能開始衰退嘅。咁所以喺你可控嘅範圍咧，好好照顧你自己同埋屋企人嘅健康咧，係一份責任嚟嘅。大家可以望住大家嘅年齡層，你係咩年齡咧，就知道大家邊啲嘅機能開始衰退啦，係啦，咁啊唔需要話俾我聽你嘅年齡嘅，大家影低自己翻去睇下就 OK 噶啦。咁而喺19年嘅時候咧，已經講咗啦，空氣污染咧係令到人類嘅平均壽命係縮短20個月咁多㗎，係2019年嘅報告。咁所以去到今時今日咧，應該就唔止20個月啦。咁而喺我哋室內嘅環境有啲乜嘢係會係一啲污染物咧？基本上你諗到諗唔到嘅都係㗎啦，裝修嘅嘢啦、皮革啦、煮食嘅爐啦、發釋出嘅油煙嗰啲嘅放嗰啲嘅氣體啦，所有嘢，浴室啊、大理石啊、地氈啊、家居甲醛全部都係，即係我哋依家呢間房，大家都係吸緊一啲唔乾淨嘅空氣嘅。咁我嘅空氣清新機咧就係講緊個濾網密度咧係全球最細0.0024，仲可以過濾到340種加嘅污染物嘅。而呢一個濾網密度係點樣比較咧？就等於你條頭髮直徑嘅3萬分之一。大家係咪計唔到咧？即係細到你睇唔到咁解啦。而同坊間嘅空氣清新機嘅比較咧，坊間嘅空氣清新機咧就係灰色一個概念啦。呢個灰色嘅圈就係0.3微米嘅 size。而我嘅空氣清新機濾網咧係呢個點嘅 size， 咁你就會睇到咧，我哋呢邊啊 COVID-19 啊、甲型流感啊、腺病毒啊、麻疹病毒啊，全部都係細過0.3嘅，所以你喺坊間買嗰啲空氣清新機話俾你聽啊，全部過濾唔到嘅，
只係做裝飾同埋心理表示良好嘅啫，係啦，完全係滿足自己心理覺得好咗嘅啫。所以如果要揀一部好嘅清新機，記得要揀呢一部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只會係做咗一部播毒嘅一個電器嘅啫。咁頭先我都有講啦，我哋係醫院都選用嘅，聖德肋撒醫院啦，即係銅鑼灣嗰間啦，荃灣港安啦，甚至乎係法國醫院咧都選用我哋嘅空氣清新機嘅。喺疫情嘅時候咧，法國醫院咧嗰間咁嘅雙人病房咧，如果要入住有我哋空氣清新機嘅話咧，要加多800蚊。咁而我哋嘅空氣清新機咧可以12個月免息分期，分期咗之後得800蚊一個月嘅。咁而今日咧有個企業方案俾大家嘅就係、作為介紹人嘅你咧係加入我哋呢個平台咧，可以得到一個介紹費嘅回贈嘅。而公司咧本身咧對企業顧客咧會有一個分期付款嘅方案啦。我哋嘅客戶服務部咧會直接去跟進你啦，甚至乎咧當中會包括有保養、維修、安裝同埋一啲產品查詢。當然你都可以嚟揾我啦，我係服務非常好嘅。咁最後啦，俾大家睇多次我需要嘅引薦啦，同埋合作伙伴就係呢度啦。我最想要嘅引薦咧就係酒店式公寓、醫院或者係一啲精品嘅酒店。需要嘅合作伙伴咧就係專科醫生、營養師、清潔公司、除甲醛嘅公司同埋室內裝修嘅公司嘅。咁大家可以 follow 我啦 ，like and share 啦。我平時就好中意自己喺網上講嘢嘅，可以 follow 我呢個 channel， 聽下我講下我啲讀埋咁多書咧講嘅經啊，大家交流下。咁最後咧送呢個健康幸福生活之花俾各位。呢6塊花瓣咧包括係心靈健康啦、社群連結啦、個人成長、財務自由、環保永續同埋健康嘅身體。我相信咧冇人係會唔想要以上嘅嘢嘅。當你有錢有時間，但係如果你冇健康嘅話咧，其實你都唔會獲得一個全面有幸福感嘅人生嘅。所以喺度2026年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賺多啲，多謝各位。